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主題係適應能力最強星座 Top 3。第一名雙子座，第二名射手座，第三名天秤座。第一名雙子座，適應力指數98分。雙子對新事物充滿住好奇，轉換環境對佢哋嚟講反而會更有動力。佢哋好識得觀察周圍嘅氣氛，可以好快咁切換唔同嘅應對方式。就算面對陌生嘅場合都唔會太拘謹，好快就可以揾到節奏。就算環境突然之間有變，佢哋都總係可以第一時間跟得到。第二名射手座，適應力指數94分。射手嘅心態一直都好開放，好少會因為未知嘅事而焦慮。身處喺陌生環境亦都唔會抗拒，反而仲更加有新鮮感添。佢哋唔中意為自己設限，遇到啲乜嘢變動都可以從容面對。就算外在環境再點樣變，都好難為佢哋帶嚟啲乜嘢影響。第三名天秤座，適應力指數90分。天秤好識得觀察氣氛，亦都好識得點去配合唔同人嘅步調。就算去到陌生場合，亦都唔會太過拘謹，好快就可以融入當中。佢哋唔中意見到尷尬嘅場面，所以好多時都會比較主動。就算生活環境完全唔同，佢哋都可以自然然咁揾到平衡。唔知你嘅適應力又有幾強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